欢迎收看客家戏剧20年。客家戏剧20年，里头有很多无共样的故事类型，也被邀请到非常多的导演、制作单位、演员、编剧来拿客家的故事播给大家看。今年呢，又请到一位陈弥山这种人，佢播嘅很多客家的戏出，佢按多年来播按多出，有冇艱苦呢？来談佢講講啦。警察先生，老板，这个小朋友今天有来吗？老师，奥斯卡老师打电话来，我声音你唔见听咧。我已经通报警网的，各位家长做得归去等消息咧，吼。等一下，我通报警网係嘛個意思啊？我做冇可能唔到去錢嗎？我冇人他可能會有危險嘅，點啊？我一條咩可用擔心，吼。為咗社內安全，已經擴大協尋了，故說唔是警總啦，吼。警察先生，我小兰妈妈，警察已经在找，你冷静一下。我女兒不見了，你現在要我怎麼冷靜啊？明天一起去樂園呢，最簡單來講，它其實在講社會現象。它的故事梗概非常簡單，有3個小孩同班同學做了一個遊戲，就是他們去比了一個比賽，就是誰的媽媽比較愛我。他們3個人就打賭了，各自在家留下線索。你放心，我媽一定會很快找到我。3個家庭，3個完全不同背景的同班同學，各自留了線索在家裡，3個人就去學長家打電動，於是就變成了集體綁架案。3個的媽媽沒有一個媽媽在當天找到他們的小孩，因而變成一個綁架案。大家都覺得是兒童即時綁架案之後，引發了一連串社會問題。除了小孩的教養之外，以及小孩玩的這麼小，就會覺得他有蝴蝶效應，就這麼小的一個遊戲，但到最後一個小孩得了失語症，一個小孩跟這個爛賭鬼的父親認清了這個家庭。我覺得我們就把類型拉得非常的開，我想這也是我喜歡的社會類型的議題的部分。我想要去談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小孩比你想象的了解的更多的多。日本啊，開始用機器來做跳遊的，米的歌場，都有機器天數。安尼，所以廣大變數，善良有道，最重要的就是啊，你一擺做出來的東西，有強用。我本人就是一個很喜歡職人戲的人，就是那個日本掛的那種職人戲。醬園生是我想要做醬油的故事。那你經過了所有的田調之後，你就會發現，民國初年的台灣的這個大稻埕的這一個興盛的這件事情，跟醬油產業的一個蓬勃，讓我很向往，因為我很喜歡，日治或者是那段時期的不同的治理方式帶來的這個繁榮。然後那個時候的人在吃的所有很多的東西都很純粹的。所以我就想寫一個在一條街上的故事，一條街上在講釀造醬油，而且是一個南部的孩子北上來去打拼的一個故事。上恁跳油的事情，免鑑地，也總買來台北。該因為一方面，免地包的跳油。曾經改貨色，迄個要生人無食過好米絲，但係按好色的米絲哦，違法改多錢賺來多。我們凱旋在園的時候已經合作過一次，對，然後就到江原生就演了男一。你沒有辦法想象說這一個演員他可以咬字，就是拼命的每一句的去練。他練到當時的語言指導是國權嘛，所以國權說。這是他其實就講得比我還正，就是我覺得啦，就大家是一個稱讚。可是他真的很拼命，我很幸運有這樣的演員。做到了。生意哦，冇夾到了哦。啊！太甜啊！
我觉得他是拍得非常的辛苦的一个戏。可是他是在上围去描写一个从小一直到长大到老年到死在一场这个挖出油井里面的一场火灾里的这一整个的故事当中，我觉得圆这件事情在我跟客家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创下了蛮多在有限的预算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在粗犷跟后面，我们就盖了一个当时的那个原住民的部落，然后凯勋当时演的是达恩的那个头目。然后达恩的那个头目，他们就觉得你挖油井是一个不祥的，地上出现黑水，是一件不祥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故事结构底下，我们就把它拍出来。那个村子啊，搭的我们差点没有去偷木材，就是搭到实在是要拍了，实在是完全没办法。然后那一场火攻，我们把一场火攻放在最后，因为他当时原住民跟客家人的一个械斗过程当中。剧本当中有一场火攻，那场火攻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措施。我记得我们跟铜锣的消防队就是几台消防车，然后整个的救护车我们就把它拍掉。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去宜兰那边拍的那一个渡黑水沟的那条船。胖夫看到了，胖夫哎，看到了，胖夫。给，哎，跟着，跟着爸爸，胖夫在哪？我的给骗啊！看到胖夫哦，台湾就多呢。就温升豪，那个也是拍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可是我觉得拍出来之后，是有琼轩跟这个温升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动人。我们尽量去回复当年客家人在原民的这个交界当中的一点点的一些事情，它两个文化的一个冲突，我们尽量把它重现出来。我觉得拍纸人剧，它跟客不客家真的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后来会拍这么多客家的戏，而且我会去说服别人说客家戏好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都可以看美剧，你也不一定听懂英文。如果你去看一个戏，你需要去理解那个语言，你才会去看，那个戏就不值得你看。我觉得，如果你不要把客家戏剧这件事情，把客家放在前面，它就无限宽广。